嘿，大家，哎，Ruby 再会哦，Ruby 上班都辛苦的吼。好，今仔日就是想讲吼，来偷偷耍一个Minecraft 哦，因为庙公有交代，就是咱即个起庙吼，爱有进度哦，无就是后摆吼，就是咱有要互信众朋友来参与即个庙会，若阵迄个庙会要办的时阵，庙都还未起好，安尼是真困扰哦。所以庙公有交代哦，起庙爱有进度，毋过逐摆甲因两个做伙，拢无法度好好来起吼，所以我就想讲，趁即个中昼的时阵哦，偷偷来耍一下 Minecraft 哦，来做一寡代志。好，阿选爱记咧食中昼顿，毋知影阿选的中昼顿是食啥物吼？会使伫即个开讲室甲大家分享。你若阵有遐未食中昼顿的朋友，哦，都会当有灵感吼。好啦，今仔日就是吼，游戏暗庙会叫信众朋友斗起庙，其实惯性感觉安尼嘛袂歹，安尼嘛袂歹，毋过吼，惯性惊讲就是有诶总设计师诶迄个要求吼，较麻烦哦，惊讲信众朋友起诶哦，会互一寡代理人无满意哦，所以庙公若想讲，庙公若想就是交代阮三个吼先家己起哦，毋过以后若是有开放互信众朋友诶时阵，吼，大家应该嘛是会当起家己诶。起家己的厝嘛好，吼，还是要起家己的庙嘛，应该是会使哦。毋过当时的开放就是个爱甲庙公参详一下。哦，恭喜阿选哦，阿选即个下课啊，哦，毋过下晡阁有一节的数学。恁即马数学教到对哦，我会记你顶摆就是冠生上尾一摆，甲你讨论数学的时阵，应该是教到迄个 log 对无？就是迄个。互人讲即个落雨声即个笑亏哦，即个 log。冠生发现家己的房间内底无家己的箱啊吼，所以即马要来，这会当开哦。因为顶悬是楼梯好，所以冠生要来用一个家己的箱啊。游戏中昼顿有食饱未？三角哦，毋是三角，是迄个三处的 function 对无？function 冠生无解会晓呢。function 冠生是国中的 function 也会使，高中的就了有困难哦。毋过咱 Discord 有迄个题目讨论的所在啊，就是阿选你嘛会使甲你的题目搭伫遐，哦安尼，若是冠生会当甲你讨论啊，就是其他的信众朋友吼。嘛会当同齐讨论对无？你会使搭看卖对。哦，讲伫庙附近起家己的厝，安尼敢是住伫极乐世界？你讲了有道理呢，就是还未食中昼。极乐世界因为我知影，你的意思一定是讲，就是咱即三个代理人吼，逐工互你足快乐哦，所以住伫阮的厝边安尼。就合作足快乐的即个极乐世界对无？一定是即个意思吼。阿选的学校比其他的学校佫较早一礼拜来考，安尼就考袂了。毋是考袂了，教袂了。安尼哦，安尼对啊，安尼是安怎要提早考？安尼恁迄个基尾敢嘛有提早？恁敢是迄个期中基尾拢提早安尼敢有较早放迄个歇寒？敢有？应该是无吼，歇寒应该拢是对咱的即个过年的时阵对无？太安尼，安尼，安尼了怪怪呢。毋过，所以敢是，尤其讲高中就是遐尔含，安尼意思敢是讲，毋若一间是安尼啊？敢是有足侪间拢安尼？数学少课，数学是教啥物考少课啊？即个少敢会行啊？
有诶石是袂行诶呢。这我知影，就是有足侪学校拢会教，拢会互迄个数学课去教美术，还是音乐，还是即款，就是讲较歹听，就是人较袂晓伊诶。哦对，石就免行安尼啊。冠星是较无介意安尼啦，就是Bruce 嘿 Bruce 平安，是毋是足久无看啊？太感觉足久无看平安食饱未？敢有食中昼啊？对啊，我感觉就是甲别科安尼少课无要行。素养阅读是，就是国文课嘛，对无？马铃薯平安，马铃薯中昼食啥？想看卖哦，看这要囥倒，囥遮好啊。虽然即马哪像嘛用袂着素养阅读的进度上了啊。甲国文无共哦，安尼是较要安怎讲？较偏阅读啊。高中本来就是有真侪老师教袂了进度，就叫学生家己读。对。冠生迄阵读高中的时阵，嘛是有足侪老师是安尼。佫真正嘛无法度安怎吼？对，我了解。这有足侪题还未烧呢，无咱来烧一个，用啥来烧咧？这看起来就是用袂着的插头，烧咧，嘛袂有人摕即个插头的剑，都毋是要拍鬼吼。马铃薯还未食，安尼使想看卖看下大家要食啥。冠生今仔日食的是即个无互恁看卖我的刀啊，是这。感觉足久无看到冠生，对，差不多应该有5天哦。顶摆开台应该是5天进前。互大家看卖我的刀啊。今仔日冠生的中昼顿是即2杯。哪像有迄个买一送一我著甲迄个做啥？我著甲迄个店员吼，就是讲敢会当甲我用无共款的酱？对。我著有2杯无共款口味的，好啉好食。佫饲毋着，安尼热量应该有够啦。可能较无健康吼，毋过。若无 pass 就爱家己认命哦。安尼订来一摆可，毋过订来一摆爱纳钱呢。安尼，互人感觉做无好呢。就是我哪想嘛无做毋对啥物，就是明明是你爱教，你无认真教，我煞要家己纳钱安尼会互人较无法度接受。对啊，太安尼。是安怎拢无炭应该拢是伫某一个人的身躯顶对无？好，无要紧，即马无欠插头，无咱就来甲一寡插头烧咧，无法度。看卖哦，这应该用袂着。薄荷毋是暗平安食饱啊未？素养阅读是一个培养媒体 literacy 的课嘛。安尼已经开始存钱啊。安尼安尼你有3科是一定会互迄个冻掉的呢。安尼我想看卖哦。冠生毋知影要安怎甲你斗3工呢？毋过你嘛是会当搭伫迄个Discord 有迄个号做啥？号做会当搭题目来讨论的所在。
搭看卖好啊，看敢还有法度救。我来困一下。这1楼无法度直接探到2楼，其实有了无方便呢，毋过无法度。你的英文甲数学迄个加成无法度加上去，所以意思敢是讲恁迄个逐科的迄个比例，就是算分数的比例是无共啊。比如讲，啥物数学就是升4倍，啊，啥物英语5倍即种的，敢是安尼？恁后排敢会安尼排？因为我是无听过安尼，毋过冠生嘛，敢若读过一摆高中吼，所以其实嘛无讲介了解啦，对。游戏讲进前的历史老师考试考考试要考2种，啊，家己敢若教1种，安尼是要安怎？安尼恁老师根本毋知影考试的范围安尼佫会当做老师哦？安尼敢有迄个，就是通好检举，也是有啥物方法会当甲学校讲啊？无对学生真正是足无公平呢。这真正足过分哦！地理、公民、历史、物理地科是敢若一半呢？安尼是安怎要用迄个4倍甲2倍啊？就是安尼是毋是会当直接约分变做迄个2倍甲1倍？其实就好啊。恁敢有迄个其他的科目嘛是有算分的？无听起来就足奇怪呢。数理的就无法度检举哦。敢毋是直接甲学校检举就好？安尼敢会当甲迄个？因为数理的其实较贵嘛。安尼其实就算会当讲是即个，敢会当讲学生是即个消费者，还是讲迄个家长是消费者？会使检举无一定有效。安尼公立的有时嘛是安尼呢，公立的有时嘛是有检举，无一定有效呢。我今仔日原底要创啥？我原底要起即个，我想讲来起一个，就是迄个啥拿场啦，就是会当甲所有的迄个树仔囝吼，就是种伫一个专门的所在。安尼后摆要测查的时阵，咱就直接就是固定来即个所在测查，安尼较好。我想讲我甲整理一个建筑出来，应该较好。冠生感觉较清气，较介意。就算国文足强，毋过英文、数学，较无好。有加就变做等于是无加。对啊，就是公立要较会听，是因为为政府来。毋过若阵就是这敢袂使讲，就是冠生有听过有一寡学校，就是因的迄个行政无甲伊顶真就是听讲有的学校是去检举，就是因嘛是较袂对，毋过即摆会使敲迄个有啥物1999会使直接敲为政府去对无？这就较方便，对。安尼公立会使安尼检举我想起来啊。阮以早就无冠生迄阵就无法度就是公立的嘛是较毋过迄阵公立的嘛是，就是迄阵的规定甲即摆嘛无共嘛。迄阵公立的老师佫会当甲人拍呢。毋过迄已经是足久以前的代志啊。老师会讲树仔栽，好，树仔栽那就较水呢。安尼冠生甲学起来好啊。无后摆冠生嘛讲树仔栽，树仔囝听起来，我咧偷走。无我都想讲就是即个
错茶，想讲有一个啊，有生平安，嘿，想讲有一个专门错茶的所在，就是安尼，咱插头无够的时阵，就固定去迄个所在，可能会较方便，对。直接选，直接选是转学哦，意思敢是讲，就是莫读私立的，啊，就直接安尼转学，安尼转学敢会摕钱啊？哦，讲到这个私立的，冠生有听过，就是有私立的学校，就是要安怎讲，就是互老师的钱较少，啊，叫因做足久的工安尼，做足侪工，安尼就算是一种剥削，嘛是一种剥削，嘛是有即种情形呢。所以那像私立的老师嘛真辛苦吼。足侪插头。啊，木雨 ，Good noon，敢毋讲 Good noon，较罕得听。Good day，yeah，Good day，Good morning，Good noon，OK，Good noon。食饱未？Have you eaten yet？ 无要紧啊，大家拢听有啦。中昼平安安尼，对呢。当话有迄个熬早有暗暗，中昼是毋是嘛？中昼是毋是嘛无即个啥物中昼安，还是熬中昼会无呢？那想无即个事吼。毋过我会直接讲平安啦。哈。来一条读，栽差不多是油的性命，一倍用较济。哦，嘛有讲学生栽、囡仔栽啊，对。毋过即马咱想做汉得听人安尼讲对无？啊对吼，即马较汉得听人讲台语，哈哈。Yeah，create a new word is okay。咱即个台语就是嘛当咧即个 create 足侪 new word 的过程啊，对无？就是有足侪新的词，咱嘛是爱甲翻译出来。所以 creating a new word is pretty necessary，yeah。哇，阿选食袂着中昼顿哦，去搬餐的同学搬到喷桶去啊！你讲的喷桶是倒一种啊？喷桶有一种是甲无爱的放伫内底，啊，另外一种，或者啥？另外一种喷桶就是伊会甲你请你的食物的，啊无啦，毋是即个意思啦，讲笑啦。中昼讲食饱未？嘛对啦，啊，毋过食饱未？那像无一定限定要伫迄个中昼的时阵讲对无？无互我困。即摆敢毋是落雨，却是落雨会当困。也是迄个 storm 是爱有单雷讲的。对啦，中昼哪像对啊，讲食饱未哪像较顺吼。大家食饱未？看卖该摕啥？我原底要摕啥？我记伫真是愈来愈歹呢，是安怎会安尼啊？啊，拢烧好啊，有足侪铁啊！嘛有足侪炭，足侪炭，足侪铁。我要创啥？我是啥？我伫倒位？我要创啥？啊，我要食胖啦！我腹肚枵啊啦，想起来啊！耶！恭喜因为喷桶内底爬出来，安尼你的中昼顿敢有迄个喷的味啊？安尼敢无问题？你爱细字哦，莫食歹腹肚哦。来食一个啊！无我炸一寡胖好啊。因为要来做事的时阵，就会腹肚枵。读册的时阵嘛会腹肚枵对无？这哪像是因为咱的即个
头脑吼，咱迄个头脑的迄个细胞咧使用的时阵，都爱食搁较济算素啊，嘛爱食搁较济迄个做啥？就是糖嘛，就是热量嘛。所以其实咱若是骨力咧顶动头壳的时阵，哪时都会较枵吼。所以大家爱食好饱，爱食好饱，小等才有才有营养，才有气力会当继续读册吼。听讲有人下晡阁有数学课，对无？啊，冠生嘛是下晡阁爱继续做工课，嘛是爱动头脑啊。大家最近啊，有个新朋友应该还袂看到吼，就是食饱未 is every time， especially when someone never 食饱吼，你就会当逐点钟拢问伊食饱未，伊拢会应讲啊未，哦，要食啥？来困。暗细汉的时阵无啥咧听，一直想讲啊无较早人安怎讲？哦，发现阿嬷暗时也会讲暗嘛通休困啊。哦，休困。对，哪想会呢？就是其实即个休困，就是嘛是一种讲再会的意思，对无？对。讲到这休困吼，我就想到其实。暗安足少听着，冠生头一摆，敢是讲头一摆，就是冠生较接听着暗安的时阵，其实是伫迄个即摆的迄个里长广播的时阵，哪像较接会讲暗安的，啊毋过以早细汉的时阵，厝里嘛是袂讲暗安，嘛袂安尼讲，啊毋过其实我嘛无介认真思考过即个问题。啊，就感觉暗听有，啊，就对咧讲安尼。哦，先互大家看卖点里长拢会讲暗啊。啊，毋过即摆哪像有诶里长嘛袂讲台语安尼，哪像嘛有即个情形，互大家看卖我诶中昼顿食啥好啊？来，有新朋友可能还袂看到。嘿，今仔日有一个要一送一哦，我就拜托即个店员吼，看敢会当两杯迄个顶头的酱，敢会当用无共口味的哦，所以冠生今仔日就食即两杯做中昼顿，较无健康吼，大家莫学。哦，阮遮的里长嘛会啊，阮遮的里长嘛也会讲台语，即摆哪像迄个代替的迄个驾驶，代替的迄个司机，就是火车的司机。哪像因嘛是爱，嘛毋是号做司机啦，其实是号做车长嘛。车长哪像嘛爱会晓讲台湾话甲客话呢，就是因虽然迄个要到站的时阵是有迄个录音的，啊毋过因嘛是爱有迄个自我绍介，就是因会讲，我是即班车的车长啊，我真欢喜，不管是拢真欢喜为大家服务，对，因会安尼讲啊，因迄应该毋是录音的，所以因哪像嘛拢会晓讲台湾话甲客话呢？我是安怎要讲这我嘛毋知，想想着就甲大家分享，You only drink. Aren't you hungry? Not really. And you know this is super sweet. So it's good enough for me. Yeah, good enough for me. 对，游戏嘛是若阵无用通食饭的时阵，就直接买手册的。哪像有足侪人是安尼，虽然真正
无健康，毋过，就是即马若像有足侪护理师甲迄个医生，就是医护人员，拢是较真正无时间通好食饭，因就会买手册地，安尼就是嘛是会饱，就是嘛是有糖会使继续做代志安尼。First time to watch Minecraft streamer in Taiwanese Hokkien. Yeah. 新朋友吼，敢听有台湾话？若准听无台湾话，你就会听无？OK. If you don't speak Taiwanese, please let me know. And if you speak Taiwanese, hi. 平安哦，这个 Minecraft 定式教育，平安新朋友吼，初见平安。We have a Minecraft streaming every Sunday at 8 o'clock in the evening. It would be 8 to 10. So if you're interested, you can come and watch. Me and my colleagues, 我甲我的同事，当中3个人，would have Minecraft streams every week. Yeah. 转去厝诶，要加新肉甲平安原来是嘛会晓讲嘛会晓台湾话诶朋友，安尼我就毋免刁工用英语啊。游戏转去厝诶，要加新肉甲豆奶，好，安尼嘛是有食着较营养诶，好，安尼好。莫像冠生安尼吼，冠生是已经无差啦，冠生已经无差，会当安尼黑白食。You the ant. Fair enough. Ant 的 ant 无要紧。新销拢是讲台湾话，新销目前是啦，毋过就是夏夜暗安，就是主要是讲台湾话无毋对啊，毋过像迄个武生嘛会晓讲华语甲。应该会晓一点点仔的客话，我无确定，因为我是差不多完全袂晓，就是我华语嘛无啥会晓，客话嘛无啥会晓。毋过我知影有些华语比我较好，我嘛会晓讲英语嘛，迄个阿心嘛会晓讲日本话，所以咱三个就是主要讲台湾话无毋对，毋过其他的语言嘛是。加减会晓一寡对。地色素欢迎你加入咱的这个中岛台。对，新销主要是讲台湾话，毋过就是大家用华语咱拢听有，英语就是我甲有声嘛听有，录音简单的听有啦，就是其实我有教对。袂晓华语，毋过是文昌帝君代理人，无就是咧处理迄个文件的时阵吼，那个要安怎讲？迄个汉字就是足侪是小可会当摇迄个意思啦。随便嘛是有时差足侪，应该是讲冠生会晓听华语嘛会晓看华文伊早伫学校有学所以嘛毋是讲完全袂晓啦，就是感觉家己无甲伊敖讲，较毋敢讲。有时迄个有时迄个读日语、读日文的时阵，嘛是会为迄个汉字来摇意思呢。毋过有时迄个意思真正是。差足济，比如讲迄个啥物，日本有迄个，敢是安尼读食嘛，就是写做汉字是虾毛嘛，虾毛，毋过迄就是甲虾恶甲毛是无关系。对，勉强嘛是一个足经典的例嘛，就是。日语的迄个勉强是读册，毋是用讲，对，读册的意思嘛。甲咱讲的勉强就差介济。
色男是啥？我真是毋知呢。这因为我汉得看日文啦，所以我毋知。哈，佮有留守哦。哦，我佮知影有迄个起甲，就是写做汉字，就是怪外。怪外是迄个外伤的意思对无？这我知影的时阵，但我头一摆听到的时阵，我感觉差有够济，根本就无可能译会着啊。所以咱知影即个汉字伫无共语言哦，是会差真济哦。百几档战争嘛无用华语就对，是安尼无毋对啊，就是细汉的时阵，对啊，细汉的时阵无啦。惯性细汉的时阵，身躯边已经有足侪人咧讲华语啊。毋过武生其实是上要安怎讲？武生是上老的，敢会当安尼讲？伊是上早进前出世的，所以伊细汉的时阵应该是真实是无华语吼。毋过伊华语颠倒是咱三个人内底上厉害的。哈，日本有一个有影妹啊，听起来甲有影无影有够像呢。啊是迄就是真正爱读做有影无影。哦，嘿嘿，武生上老毋过15岁，安尼我就3岁，啊，就心1岁。游荡一秒，怪我一生。哦，对，游单啊，迄个声调讲袂好势。我知影迄是无注意对无？就是游荡是无注意的意思。哈，读甲足标准，他有啊，留守是无字哦。这真正摇袂着呢，这根本就颠倒变啊！哦，这真趣味呢。多谢耶稣的分享，是安怎大家拢做够讲日语啊？对呢，礼拜的时阵，咱即个 Minecraft 联动，哪像有日本人来看呢？迄阵就是足感谢各位信众朋友来斗翻译，因为阮即3个代理人拢较袂晓，真正是多谢大家。好，应该是会当来起迄个插头的拿场啊。对啊，毋知影是安怎，就有日本朋友走入来，伊就伊是先用，敢是先用英文？应该是先用英文，甲咱小借问安尼。阿华的咧足赞，人的文化发展足安尼，我会记得阿华西阁有一期影片是讲迄个义济高速公路，这我嘛感觉，迄个影片嘛是真趣味，就是会当互迄个头一摆知影即个汉文的汉字的即个概念的人，会当互因算是简单来了解，真是袂歹。我需要想看卖哦，我需要石头。出着，感谢。人类的文化发展了，足出着。哇！甲一个朋友开讲的时阵，伊讲日语，你讲台语。对，有时啊，甲迄个无共语言的朋友交流，就是一开始听无，就是一开始互相听无，毋过就是恁交流较久，恁就毋知影是安怎，就会开始互相听有呢。我感觉即个代志嘛是真趣味。汉语嘛有咧用汉字，对，我知影，就是汉语有足侪词嘛是甲台湾话有像啊。
毋过想袂着啊，迄个真正就是因会讲，讲啥物？真正，敢是安尼读？因那时候嘛有足侪词的发音，甲台湾话是足像走毋着房间，台语为日本大正时代透南做伙真久，就会捡着一寡，迄个外来词啊，这应该是正世上的代志嘛。比如讲啥物垃圾乌多摆即种就是声音完全无共的嘛有。搁有迄个啥，搁有一种是迄个用日文的汉字来读的嘛，比如讲口泽，我知影就是嘛是为日本话来，毋若是口泽啦，像啥物有足侪迄个叫做好济汉字嘛，好济汉，毋是汉字，好济迄个词汉词，就是比如讲啥物细胞、民主、电话有足侪拢是日本人发明的，咱直接照即个汉字读出来的，这敢是一种外来语？应该我感觉可能嘛会当讲是一种外来语对吧？对，搁有病院啊，表音，敢是安尼读？亲家，敢是安尼读？我知，阿酸讲的即个，应该就是迄个你的迄个字面，就是你字面的迄个意思，我可能听无，毋过我会当为你的迄个语调，也是你的，对，就是为你的语调，可能就小可知影意思。这真正是真神奇的一种感觉，对无？韩文甲日文有足侪词较像，这互冠生想到一项代志，就是无，哪有标准？好啦，多谢你的学了，我真正无学过呢，我真正袂晓韩国话。好啦，毋过若是有机会吼，我是会使学啦，嘛是会使学看觅。原来是安尼。第释书讲，好济汉字甲台语内底有的日本词，伫韩文嘛拢总有。比如讲，卡网，甲有迄个搞，OK， 阿酸是安怎手机爱摔落？你是安怎啊？你是甲手机玩 game 呢？调整一下，你较看有。无啦，无啥物，无遐高，互学了会歹势呢。小看觅我用石头好啊。逻辑课对，冠生嘛进前就是，大家知影迄个，这莫甲吴先讲吼。大家知影吴先有咧读大学我有一摆就是偷缀伊去上课，无互伊发现，因为我迄工我放假啦，我足想要知影，就是即摆，因为我无读过大学，我足想要知影大学到底拢咧创啥我就偷缀伊去，对，我嘛是想要，就是因为我较惯是写台文嘛，我袂晓写华文我就想讲我嘛要用台文来做笔记就是足侪较专业的迄个名词，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翻，有了仔困扰吼，对，确实即个时阵就是会需要去，我爱摕鉛笔摕无够济，对我嘛是。就是爱去想看觅要安怎翻啦，因为惯性看有英语，看有英文，所以通常我会先为英文来想，毋过
对啊，有啥就想袂出来，就会参考一下啊，参考一下啊，共款用汉字的其他语言，拢会安怎翻？真理，真理函数还是小？你是读函数还是函小？真理函小，啊，毋过冠生无学过无学过逻辑，所以其实我毋知影迄到底是啥物意思。伫窗仔边等粪扫，你是读数好函数，伫窗仔边等粪扫，手机仔放伫墙边，无细字甲无细字甲送落安尼。原来是安尼。老台湾人受到日本教育，开口会感觉较对吼。有道理。毋过若像即马有诶词嘛是直接会有人直接参考迄个华语文诶迄个汉字，就直接用台文甲读出来。若像即马敢是讲较少年辈？对啊，较少年辈嘛有时会安尼。若是听惯势就会惯势。哇，听惯势就会惯势。我哪会遮敖讲话？顶摆听到遮尔有道理的话，应该是顶摆。我感觉大学的课真正是较有迄个，要安怎讲？就是因为高中的迄个无共的科目，拢较我知影有的人读数学会感觉真痛苦，就是毋知影数学爱用着，就是实际上伫你的生活，还是伫你的生活，还是你的专业中，你毋知影你即摆学迄个，比如讲三次函数，会当摕来创啥，都毋知影，就会感觉足痛苦。毋过大学若像就是因为你会使选家己的迄个科系，所以上无你会较知影迄是安怎要学这具体会安怎来使用。对，我去一摆去旁听一摆的迄个感想是安尼。下到韩文，哪像毋是安尼？冠生这冠生就无法度发表我的意见吼，因为我完全袂晓韩文。对呢，冠生嘛，较无咧听韩国歌呢，嘛毋是讲无介意啦，就是毋知影是安怎较无接触着，可能日本的迄个 anime 文化要是真强吼，就是无细字就会互演算法杀着，对，无细字听着介济日文歌，就惯死听呢。下到即马韩国话的意思，剩一个意思是民主。安尼哦，有机会才来学。我是毋是起毋对啊？我嘛无确定，我搁想看觅。起歹歹，抓。其实冠生对学无共的语言是介有兴趣呢，因为就是大家知影冠生爱读册嘛。其实冠生就定定去想，这真正是一件足神奇的代志，就是咱人是安怎看一堆纸遐纸顶面就是画一寡奇奇怪怪的形状。咱就会当为遐形状内底看有伊的意思，而且无共的族群，阁会有无共的迄个形状的系统。恁敢无感觉这是一件足有趣味，就是足深刻的代志？所以冠生其实就会当讲是对学遮的语言是真有兴趣，会想要
会想要知影无共的族群的迄个系统，而且无共的语言有时会有无共的理路啊。即个部分真正是我感觉足趣味的一项代志。1、2、3、4、5、6、7。哇！有人开始咧讨论韩语啊，好，袂歹袂歹。对啊，大家若像，互迄个强迫要学的时阵，就会较无想要学吼。惯性会当理解即个感觉，就是，哎呀，有时做侪代志拢是安尼呢，就是有人强迫你一定爱做的时阵，你就会颠倒做无想要做。就算伊原底是一项你有趣味的代志，比如讲经衫，比如讲你衫洗好，原底要去经衫，毋过你的阿母还是阿爸就走入来，甲你讲，去甲衫经好，你就会想，毋知影是安怎做无想要经衫对无？毋知影敢是共一种感觉吼？毋过就互我想着这啦。我需要，好啦，我需要一个工作台啦，无爱一直走转去的，真无方便吼。好，看我欠啥？我欠箱啊，open 好 OK，毋过我转去摕铁呢。我去1楼，无我位遮。伫厝里练啥物琴啊？是钢琴还是有做者琴呢？有钢琴嘛，嘛有迄个古琴嘛，嘛有做者无共的。对啊，就是有时家己咧练习，人就会伫边仔讲，嘛会讲啥物？你读这创啥？还是做这敢有啥物路用？就会，还是讲啥物？你爱加练习啊！即款的就会。互人就是对，我了解即种感觉。我的铁到底伫倒位啊？头拄收伫个这档嘛，档无需要。铁咧，我的铁咧。冠生食饱未？冠生食，互大家看。冠生食这，买1送1。今仔日。附近的迄个店有买1送1，我就甲迄个店员拜托，看敢会当做2种无共口味的，所以我今仔日中昼就食这2杯。夜风平安，足久无看对无？还是应该是足久无看吼。咧读册哦，罕得看到，这有够迄个呢。这有够，互人做烦的，对无？这我了解。奇怪，我的铁咧，敢会伫楼顶啊？我头拄仔一开始毋是有烧一寡铁咧？好，刷去。对啊，大家应该拢有即种经验吼，互人安尼讲就是颠倒，就是啥物拢无想要做。我铁到底伫倒位？铁咧？中昼较有时间，暗时咧无用。好，变烦恼吼，就是惯性有，若是中昼较有用，我嘛会就是突发我会突发，安尼，就会当趁中昼的时阵来甲我看。足欢迎大家来。其实原底一开始会想讲爱伫中昼的时阵开，就是因为想讲，应该有足铁伫遮，应该会有足侪学生朋友想要看冠生的台，就想讲，恁中昼有一个休困。食饭的时间，就想讲趁即个时间来陪恁开讲，嘛会当听恁的即个一寡生活的烦恼嘛。比如讲阿酸讲，好，我了解，就是
无想要，互伊安尼讲，所以读册都袂讲，互伊知影。啊，毋过考无好，伊就会讲。了解了解。哦，阿酸嘛是辛苦，介辛苦。啊，安尼到底我想看觅哦。我是咧想，若准是冠星会安怎做啦？我会靠，毋是啦。其实冠星咧读册的时阵，就是无法度忍耐，就是边仔有人咧讲话咧，就是若准我咧读册的时阵，会有人伫边仔甲我一直讲话，比如讲，你哪会咧读册啊？啊，也是讲你咧读啥？即款的，我都会读袂落呢。我毋知影，敢是逐个人拢安尼？因为我知影有人会当，比如讲哪开讲，佮会当哪写文章，即种人嘛有，嘿。啊，毋过冠星是迄种，当然算数学，我4粒双啊，所以爱8粒原木。好，因为冠星是做一项代志的时阵，拢需要较专心的即种人，所以无专心就会安尼，所以。我读册的时阵，边仔是袂当有人的。哦，对，我知影有人读册的时阵，伊较介意边仔爱有声，边仔愈吵，伊颠倒是愈有法度读。这我感觉足佩服的呢，这袂歹呢。哦，阿酸甲我较像吼，阿酸甲我较像是一定爱安静，才有法度读册。对。哦，听迄个古典哦，想看觅哦，我应该是希望伫遮种树啊，遮爱有水流位遮来。啊，听，毋过边仔嘛爱有空间呢，所以安尼无够呢，安尼个爱为遮出去，好，哈哈，对，压落的冷气，哦，韩国人的心事足济，我感觉。日本人的心事嘛足济呢，伊嘛有足济为英语借的对无？对，听讲有人可能是讲甲较有着啊，讲甲较含，啊毋过就是有人讲啥物，你若是会晓，你若是甲迄个叫做啥？片假名，因为我毋知影日语原底安怎讲，我直接读汉字。有人讲你若是会晓读片假名，你着会当为迄个来要伊原底英语词是啥，啊，你就会晓一半的日语，可能是有着啊含，啊毋过，那像日本人嘛是有翻足济英文词。哦，读甲生气会转倒啊？冠星是袂啦，因为我性地足好嘛，对无？啊，算敢是讲家己？哦，对，家己读册足差。哦，安尼你就是爱找一个你私人的空间，安尼应该都无问题啊。安尼你嘛是差家己尔嘛，对无？安尼应该人嘛袂讲安怎吼。认真读册就会做。OK。好啦，上尾若是有读入去，安尼嘛无要紧啦。规伫你莫互别人抗议，应该就袂安怎吼。真正都适合家己读册。哎呀，无要紧啦。哦，下页要继续无用啊。好，下页辛苦啊。起甲无介好，应该用对，
毋是安尼去。天要暗啊，先来困。下夜再回。下夜敢有食饱？惯性直播袂辛苦啦，就是趁即个休中昼的时阵来甲大家开讲，安尼真欢喜。共款一堆日本书。哇，算做歹。先讲吼，就是我感觉，我讲你做歹，毋是讲歹无一定是无好啊，就是有时啊，若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有时啊，该歹的时阵嘛是爱歹吼。毋过，这爱讨论啦，就是毋知影迄个即种吵着别人，有时啊做歹讲哦，就是。就爱看迄个，比如讲有诶所在，迄个中昼会禁电火嘛，就是爱互大家真正爱困诶迄种诶可能就爱看恁诶规定是安怎哦。两个，这是迄个啊，这应该是迄个流浪诶迄个生理人，来看卖有啥物通好买哦。毋过我拢无趣味呢。我爱这创啥？你无要紧，原底就无好斗阵。安尼哦。我感觉有时啊好斗阵，也是无好斗阵，嘛是爱看迄个你拄着的人诶，就是。我爱甲抬死哦！我哪会忍心？我敢是即种人？我敢是即种会黑白甲人抬死的人？耶稣，你爱确定？冠心敢真正是即种人？佫真正是。飞碟伊嘛无卖啥物有路用的嘛，互伊有价值。好啊，莫阁喷嘴烂，好啊，走。好啊啦，哎哟，敢袂当徛？袂使好，安尼你无价值啦，再会。哎呀，免选啦。哎哟，我感觉我变歹人啊！有一种做歹代志的感觉。我该太死啊！好，做你去无用吼。惯性嘛是，敢若开到1点，开到1点嘛是爱转去做代志啊。今日去这嘛，饲马仔伊就会变我的朋友是吗？律心，我哪有讲你？我敢有讲你？应该无吼。也是一开始的时阵，你敢有听我一开始的时阵咧讲？哪会无水啊？水，海边啦，才有水。原来是咧讲我嘛抬动物。伊甲我喷喙烂呢，而且互喷喙烂会疼呢。你看我受伤啊，我爱保护家己啊，这无法度。这是特殊的状况，好无？我毋是为着要食伊的肉。有时会感觉家己较无遐好斗阵，有时就是因为无拄着甲你较像的、较接近的人啦。有时我感觉是安尼。这无要紧吼，就是豆仔来，你可能就会拄着一寡会当斗阵的朋友。虽然可能无介济，毋过惯性是感觉朋友济，朋友，若准是好的朋友，毋免济，一个两个就好啊。我是安尼想啦。我原底要创啥？我迄个
来遮用水，无肉搁刣，因为伊甲我拍，伊甲我喷喙暖会疼呢。我爱保护家己，无我互伊喷甲翘起嘛袂使呢。好，有水啊，毋过我需要搁一桶。哎呦哎呦！哎，如新食饱未？嘿嘿，如新敢有食饱的时阵？无啦，食饱未？食饱未？敢有食物件？袂当问伊敢有食饱，敢若会当问伊敢有食物件。乌雷诺桶，对。我手中的这是我的桶，叫做乌雷诺桶。哇，如心是毋是嘛想要耍游戯哦啊？咱会使来耍看觅嘛是会使。要袂食饭哦？咱要袂食饭？就是你是出去食饭呢？啊，算毋过我安尼开台是毋是害阿酸无困中昼？你敢有需要困中昼？等我买，我已经买啊！哦，你无看到我的即个吼，来，互大家看，买一送一，我的中昼肠，嘿嘿，两杯我拢食过啊，有我的喙烂，你搁想看觅？而且拢差不多要食了啊！哦，原底中昼就无咧困。惯性，以早嘛是安尼，嘛是无咧困，就是你是咧写作业，我是咧读册，毋是读迄个课本啦，就是读我有趣味的册。阿妈会做游戯，对，就是迄个游戯 boy。我足介意看迄个游戯 boy 是迄个嘛，就是头一个系列。毋过冠星上介意的是后壁佫出的迄个 5DS。我较介意迄个故事，甲你分享。搁来添水。大家敢有较介意的迄个游戯王内底的怪兽啊？会当甲冠星分享。我感觉迄个这水安怎？这水就是雕工要互迄个，就是我会伫遮，敢若2桶，一桶，一桶是一桶，2桶生4桶，4桶生8桶，8桶生生万物，安尼敢有了解？好，安尼遮就会当，对，愈较愈济。哦，你介意青浮龙？我介意迄个乌枪美龙，乌枪美龙有够水，哇！乌枪美龙就是伊的身躯是乌枪味，毋过伊阁有迄个，就是足好看的迄个龙的迄个形嘛是有出来。毋过迄个青浮龙有较济迄个进化的迄个搁较大只的龙嘛，有诶就真正足水，对，青浮龙真正是足水的一只怪兽。1、2、3、4、5、6、7，1、2、3、4、5、6。律师，你想要甲伊做朋友，是因为伊当生做侪饼？你阁想看觅？呢？莫安尼呢？我甲你头家讲哦。好，莫，我知影你会甲阮头家讲，我有食牛。
嘿，歹势，爱保守秘密哦，互相保守秘密。等下，袂记一粒1、2、3、4、5、6、7哦，搁爱一站。对呢，冠先较无咧讲恋爱话题对无？今日偷偷甲大家分享哦，敢若今仔日限定诶，冠先讲恋爱话题，其实嘛毋是恋爱话题啦，就是伫迄个头拄仔讲到友谊哦 5Ds 哦，有人讲到青芙蓉，我就想到我足介意迄个优势甲阿奇诶一个 ship 嘿，我真介意即对。偷偷甲大家分享。啊，啉水，敢若2桶就会当生足侪桶，一个神奇的水，奇怪哪会生了哦，才欠1桶，安尼敢有正常啊？应该有，毋是 sheep 哦，是 ship。无共，迄个当地无共，发音的时阵爱注意，哪会阁变英语小教室啊？走，来困。困好1暝、2暝、3暝，醒来自由飞。哦对，就是咧讲迄个耶稣会当甲水变做酒，对无？哇！你昨写啥物？你昨个写故事呢？是安怎雄想到？是咧讲恋爱话题，所伫你想到呢？5DS 内底迄2位吼，真正是友谊哦。迄个逐个系列内底，就是上介明显的，因阁直接同齐去约会呢。阿奇对，阿奇嘛是我足介意的角色。阿奇伊的迄个背景故事足精彩啊，我是安尼感觉。而且伊真正是就是我会当了解是安怎伊会杀着优势，我会当想象，爱都会有动作，都会有动人出现。那安尼，大家敢知影？今仔日武星有一支新影片，伊的新影片是咧讲武星的新影片，就是咧讲迄个教大家一寡生囝的代志。暗时袂记你几点啊？暗时的放送迄个啦，7点半啦，7点半，敢是7点半？应该是7点半。大概7点半会当去看武星的首播，教大家生囝的代志。哇，互看到的做家叫，你敢是写新名代理人啊？你会当大声讲袂要紧哦。大声叫，毋愿甲你来分开。你8点跳王原来是安尼。好，跳王心。这应该嘛爱有迄个呢。好，甲大家解说一下即个设计，就是呢，咱咧测查的时阵顶悬的即个叶伊拢会落落来变做即个树仔栽嘛，树仔栽佫爱去捡，足麻烦。毋过若是伊落伫水底，伊就会直接收过来食。毋过即摆无，好，我用等的。伊若是直接落伫水底，伊就会直接收起咧食。伊就会收伫即个箱仔内底，足方便。就是安尼。哇！
有人画妈祖娘娘的本哦，啊毋过着塞车，对啊，大家爱写字呢，大家爱写字，莫伤超过。好好好，安尼我嘛莫食伤济牛好啊，雄雄会惊，雄雄会惊呢。换，安尼阿选爱注意哦，五星是管地角的哦，爱注意哦，爱搁想看觅哦。今日错着足济插头，毋免说多声。对对，请阿选注意，爱先问过。好啦，冠生是一个足有时间观念的人。今日都讲到1点吼，即摆已经1点啊。我知影有的朋友应该爱去做工课，搁有爱去迄个读册吼，爱上课的，大家会当去无用啊。多谢大家哦，真正足多谢大家来陪我来陪我开讲。袂辛苦，甲大家开讲足欢喜。毋过小等嘛是爱继续做工课咯。嘛是爱来做工啊。大家辛苦，多谢大家再会。毋是暗安啊，要陪暗安啊。歹势吼，阮即只的迄个时间通常较错乱，讲啥物暗暗熬早，搁想看觅。好啦，大家再会。